整整6年，悉達多行入森林，將自己變成一個影子，烈日之下靜坐，暴雨之中忍飢受寒，每日只食一粒米一粒麥。佢嘅肋骨好似爛屋嘅梁柱，條條突出，皮膚乾裂，好似枯萎嘅泥土。直到有一日，佢明白極端嘅苦行並唔係正道。佢離開苦行林，喺泥蓮禪河洗淨身體，接受牧羊女供養嘅一碗魚糜。就喺嗰一刻，佢豁然領悟，折磨肉體唔會帶嚟智慧。真正嘅道路唔係放縱，亦都唔係自虐，而係中道。佢喺菩提樹下發願，若不成就正覺，誓不起此座。呢個時候，魔王波旬出現，帶住慾望與恐懼前來挑戰，但悉達多並冇拔劍。佢知道魔並唔係外在嘅敵人，而係內心嘅貪與怕。佢以覺知面對一切，將所有嘅攻擊化為芬芳嘅花朵。當啟明星喺天邊升起，黑暗被智慧徹底照破，小我消失咗。佢唔再係尋求者，而係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嘅釋迦牟尼佛。